我叫阿生，我仲記得7歲嗰陣，我成家都係住喺灣仔嘅。而家同嗰時相比，真係好多嘢都唔同晒。以前舊有嘅特色面貌啦，都所剩無幾。咁耐冇返過嚟，應該好好探索下而家嘅灣仔。香港雖然係國際都會，但係繁華背後亦掩蓋唔到日益嚴重嘅社會問題。新舊交替嘅灣仔正係香港縮影。為咗改善市民嘅生活，早前政府決定實施大規模嘅舊區重建，以提供更加多嘅設施同埋就業機會俾市民。當中較為重要嘅項目包括有舊灣仔郵局、灣仔街市、藍屋、和昌大押同利東街。利東街以印刷喜帖為主，1980年代喺香港逐漸為人所知。2004年初，政府計劃重新發展呢一區，引起當地居民嘅一啲迴響，並且希望同政府協商，以保留呢段有濃厚歷史意義嘅喜帖街。2005年，政府正式回收利東街嘅業權，而家整條街都已經變成工地，再揾唔到當年嘅風采。以前叫喜帖街，掛滿晒喜帖同埋月曆，成條街紅當當。而家街咗地，仲記得上次撞返陳伯，佢同我講，佢經營咗幾十年嘅喜帖鋪都已經冇做啦。當時我覺得好驚訝，明明班街坊都好撐佢嘅。當時政府計劃賣晒佢哋啲地，換俾發展商嚟起新樓。政府提出嘅賠償根本比唔上當時嘅市價。換言之，好似陳伯咁嘅業主已經買唔返相同大細嘅鋪位，就算係以鋪換鋪，租金不斷上升，到頭嚟檔主又要轉型違規，生活越趨艱苦。你睇下，而家啲高樓大廈全部都係現代化建築方法，冇晒以前特有嘅味道。周圍嘅高樓大廈越起越多，公共空間就越嚟越少，令到居民冇咩地方好去，只係好屈喺屋企。去到一個遊樂場，細路只可以喺一個好細嘅遊樂場裏邊玩，周圍冇鳥語花香嘅花草樹木，只有高聳入雲嘅高樓大廈。既然舊區重建令到咁多人蒙受損失，我開始懷疑佢嘅價值。可能重建之後真係會有人受惠，但係究竟又會係邊個呢？佢嘅阿芬係我小時候嘅鄰居，佢喺灣仔已經住咗10幾年啦，見證咗灣仔喺呢10幾年裏面嘅翻天覆地變化，所以今次特登嚟探訪佢，聚下舊，同埋傾下佢對灣仔重建嘅睇法。我而家喺灣仔住嘅，一路睇到灣仔嘅變化咧，其實就好大嘅。咁因為我由搬嚟住嗰陣時，成條利東街係喜帖街嚟嘅，好繁榮嘅一條街。咁啊，到而家成條街都拆咗，其實好多啲商戶佢哋都賺緊錢，同埋好多啲街坊佢哋都即係住得好好嘅，住得好地地咁，但係就要成條街清拆。咁同埋一路睇好似舊灣仔街市咁樣，咁點解一個咁有特色嘅建築，佢會喺上面再起一啲咁嘅豪宅項目咧？其實都會覺得好可惜咯。點解即係商業要凌駕於喺呢一啲咁嘅即係咁值得可能嘅一啲建築之上咁樣？其實灣仔填海嘅地方已經好多新嘅樓宇，點解近山呢一邊呢啲舊式嘅樓宇唔可以保留翻咧？我個人認為社區重建係需要嘅，但係政府係咪應該事先做好諮詢，充分咁了解唔同人嘅需要，同埋平衡各方嘅利益呢？而家重視經濟發展嘅香港政府，似乎乜嘢都係用錢去衡量，但舊式建築同埋歷史文化，都只係有同佢見證住嘅居民，先至有資格評論佢嘅價值。香港係我哋嘅，社區係大家嘅。到底政府單方面嘅計劃，又能唔能夠建設一個我哋認為理想嘅小天地呢？